大家好，我係義林區家寶組，我叫 Ivy 啊，好高興今日分享我得救見證。我原生家庭本身爸爸媽媽都係拜祖先拜偶像嘅，咁我中學嘅時候呢，就係讀一間基督教學校嘅，咁裏邊嘅老師都係基督徒，佢哋好有愛心啦，無私奉獻，感染咗我。我好早已經決志信主，但係當時嘅年紀可能比較細，又貪玩啦、任性啦、又好奇。畢業之後呢，我就離開咗天父，就冇再返教會。我之後就做咗好多任性嘅事啦，過咗20幾年好錯誤嘅人生。嗰段時間呢，我覺得好痛苦、好無助。其實我真係好後悔。直到得咗一場大病啦，婚姻被背叛啦，同埋事業呢又去到谷底，我真係覺得好辛苦。我覺得已經去到絕路。嗰段時間我真係傻到想尋死啦，輕生去解決。但係突然好少聯絡嘅姑姐佢揾我。姑姐都係一位基督徒嚟嘅，佢勸我將心裏邊痛苦嘅事同天父禱告啦，尋求主嘅幫助啦。跟住我就開始禱告，大約3個零月度啦。咁我個心裏邊嘅負面情緒啦，想輕生嘅念頭就慢慢消失。跟住姑姐仲鼓勵我參加咗一個佈道會。喺佈道會裏邊，我好勇敢，我第一個走出去決志信主嘅，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已經去到絕路啦。我唯一可以信靠嘅係耶穌基督。跟住我安排去咗城鎮教會嗰度返，咁城鎮本身都好似係一個比較傳統嘅教會，對於我嚟講都幾沉悶。我又諗好多藉口，唔想返教會啦。好慶幸呢，天父佢都冇放棄我，佢賜咗一個天使帶咗我返千麥。我記得第一次嚟千麥嘅時候，長沙灣地鐵站個出口係叫做幸福村。我上到嚟教會，佢個主題係重新開始。呢4個字我真係覺得好奇妙，同埋嚇咗我一跳啊！正正就係我每晚向天父禱告祈求嘅願望嚟㗎。原來天父真係有聽我禱告，神原來真係好真實。佢嘅愛我真係感受到，佢所有嘅安排啦。我最難忘係參加咗經歷神營會，喺神營會裏邊令我更加認識呢個三位一體嘅神。佢好真實，好慈愛。神仲幫我安排咗去一個好有愛嘅小組，家寶組。喺個小組裏邊，佢啲姊妹個個都好熱情，同埋好有愛心。我返小組我覺得好開心。我而家開始就唔會再諗藉口唔返教會㗎喇。信主之前呢，我係一個比較負面情緒啦，唔係好相信人，同埋我唔會主動去幫人，亦唔會主動同人溝通。我係屬於一個我行我素嘅人咯。係神去嘅愛改變咗我。信主之後，我真係好大改變，我嘅性格開始變得溫柔咗，同埋唔容易發脾氣。仲有我個生活習慣啦，都改變咗，唔會中意夜生活，中意早睡早起。同埋我而家已經係好大膽，願意去同人接觸啦，同人溝通啦，甚至我會主動去幫人咯。咁神呢，好好啊，佢安排咗一份好適合嘅工作俾我，令到我人生有咗寄託同埋希望。神仲更加貼心呢，佢驚我放工冇地方去，咁佢亦都安排咗我去教會度。我認識咗一班好有愛心嘅姊妹啦，同埋好多嘅牧師，佢哋個個都好好。我而家工作雖然好忙，但係我每個禮拜都會返小組啦，返崇拜啦，甚至我會參加教會裏邊嘅課程啊，關於聖經，學習多啲神嘅話語。我覺得佢哋嘅出現就好似神指派落嚟喺我身邊嘅天使，幫助我啦，保護我，甚至鼓勵我，更加有堅定嘅信心去信靠主，敬畏神，做神喜悅嘅事。而家嘅我呢，唔會再靠自己噶啦。我無論發生咩事呢，我第一時間就係禱告同埋交託俾主。煩惱我真係完全好似冇咗。而家我嘅人生真係充滿喜樂同平安嘅，全是主嘅恩典，榮耀歸於主耶穌基督。多謝大家。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